哎，这是一个港口，你看吼。哦，真水。哇，涂骹拢全是物件啦。哇，人嘛足多呢。以前安尼就是一个港口啊。对啊。哦，人袂少呢。嘿啊。哇！那么这是看石羊真出名的一个所在，叫做河尾。啊，你敢知伊是即卖什么所在呢？河尾哦。好，来咱请收答。来，有懂。可能是淡水。淡水。我嘛唔知啊，我是想讲看，下阳可能是淡水的。你有看到红墙啦吗？无呢。无听到就是淡水可能淡水啊，因为会使做这个进出口的所在，以前就是这几个所在，无着台南，无着台北的。啊，你有印象遐常看石羊无？会使，就是遐会使看石羊。嘿，面拢真水，嘿，无听到就是淡水哦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有同搁讲一遍。有同搁讲一遍。好来，老师淡水对不对？